打发怀是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出去玩开心吗？出no boy 了，有欢喜吗？出就是出去的意思，出去就是出去 ，no boy 就是外面 outside。出 no boy 了就是玩耍哦，有欢喜吗？有欢喜吗？就是有没有高兴呢？哇，当然高兴咯，当然欢喜，当然就是当然咯。欢喜，哎呀，我当然很欢喜咯。为什么呢？看到幾條老朋友，看到那些老朋友，看就是看，看到就是看到。幾條就是那些，看到幾條老朋友就是老朋友哦，哇，所以當然歡喜哦，當然高興咯，當然歡喜，看到幾條老朋友，看到那些老朋友，當然高興咯。唉，我也很久沒有跟老朋友見面了。我們當久沒老朋友見面呢。我們當久好久沒老就是沒有和老朋友見面哦。來，我們看一下示範演出哦。出老朋友有歡喜嘛？當然歡喜啊！看到老朋友啊，哪會唔歡喜呢？我當久冇看老朋友嘅呢。客家喜啊！老朋友怎麼說？老朋友安慰，學到這嘍，拜拜。